名模熊黛林喺2016年同8億富二代郭可頌，即係郭可盈細佬結婚，婚後生咗一對雙胞胎女女，一家4口相當幸福。但係多年嚟佢不斷被問到會唔會生二胎。近日熊黛林打扮休閒咁，一邊食住美食，一邊喺直播入面同網民閒聊。被網民問到會唔會生二胎，佢就明確表示唔生啦。話以而家呢個年紀再生嘅話，將會面臨高齡生仔嘅健康風險，而且喺產後減肥嘅難度亦會增加。二胎呀，不生，老問我是不是二胎，我不要了，沒，這樣這個年紀再生的話有點累啊，就是帶寶寶的話，心有餘啊，力不足了，所以呢，要找到個好的人呢，就可以早一點要寶寶。叫阿姨帶，但是阿姨也會休息啊，還是得親力親為啊。我女兒頭呢3年的時間，大部分時間要阿姨不在的話，都是我在帶，洗澡啊什麼的都是我在弄。阿姨在的話就給阿姨弄，因為覺得跟小孩子頭那幾年你要跟他設關係，就是讓他怎麼說，你要把關係弄搞好嘛。頭那3年，然後過了3年我就跑出去工作去了。不行，現在生的話再生，哇！我如果現在再生的話，那就46歲再生，46歲生，要不要關注？天哪，那怎麼很難再減肥減回來了？那時候胖了50斤呢。作為模特兒又係演員，體型管理係職業需求，難怪熊黛林咁樣諗嘅。